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发生恐怖的家暴。翁婿开车载着太太甲2岁后生，沿着国道10号经过燕巢交流道的时阵，2翁仔某起口角。翁婿竟然压倒太太，甚至压铁条为太太的脚趾片甲插落，太太跳车逃命，摔伫高速公路顶。这个太太甲前翁所生的查囝讲，妈妈互伊后颈咧抬进前，有打电话甲讲，伊互劫持，叫伊赶紧来报警。所来就听到后颈拍妈妈、骂妈妈的声。另外，被害人的老母嘛真气愤，讲伊这个囝婿进前就捌家暴，希望法官甲囝婿抓起来关。国道监视器有翕到姓孙的负责人跳车了后，伫路径的护栏边啊，规身躯拢是伤，真痛苦，坐伫涂骹。加在热心的驾驶协助报案，救护车赶到位，将伊送到病院急救。姓孙的负责人甲前翁所生的大汉查某囝，案发的时候接到伊老母的电话。这样我妈打电话跟我说，就是她被挟持，就要赶快报警。然后她听到报警2个字的时候，撞啊打啊的声音了。然后我阿妈就很大声跟他讲话，然后就没声音了。涉嫌交倒胎母的姓刘的查甫人，案发了后家己去投案，却是昏倒在地，被送到病院了后介护。杀人的原因，警方爱去调查。亲戚朋友讲，伊这个查甫人较早就捌拍过某。吵架就会动手啊？这2翁某进前捌伫面册顶面抛出恩爱相片，2人结婚前拢有一段婚姻。结婚后生2个囡仔，38岁这个太太是新娘秘书，有时会伫公庙兼差做当机。51岁先生无头路了后，心情真郁卒，时常因为因某较晚转来，就去冤家。即摆伫车顶毋若冤家尔，当因2岁后生面前佫太人。这个太太后头厝无多谅解，希望讲法官将这个家暴冤家收押起来。